寫客運簽名，開佇台北書展嘅客家話文中考生國小教師中立客家人也係戴中立試驗強。1年100嘅台北國際書展，第2月20號開幕。我老當年同樣，尋一隻平常日來到台北國際世貿中心參觀一隻全台灣清代嘅書展。雖然台北書展當年都有非常多嘅活動，本人當期待，不過今年最特別嘅就是客家公共傳播基金會去到參加台北書展，日本客家人嘅愛當義父都帶客傳會展出那條東西，讓大家看到豐富多年嘅客家文化。啲非常入口，我先拿出拖延到台北嘅火車票，本工作人員檢查，唔聽錯會遲到當奇怪。我讓唔拿門投入場農年來100書店，呢度愛上過較多人參加，希望是做免費入場嘅辦法。像18歲以下嘅學生、身障人士，還有那點文化比嘅後生呢，都做得唔使錢就入場。係講唔係對桃園、以南、老宜蘭、花蓮、海東縣市來嘅，那點根本日台鐵高鐵嘅車票，未做得免費入場參觀咯。行入會場，首先看到嘅就是100書展嘅主題國家館、荷蘭館。原來今年拄好係荷蘭來到台灣400年，故所書展就用一隻老台灣歷史當有關係嘅國家做今年書展嘅主題國家。除咗有17世紀荷蘭戰船飛士蘭號嘅模型，還有兩公尺安高、荷蘭最有名嘅卡通人生米比兔，當到小朋友都想在愛撈一隻荷蘭國寶兔嘅翕相。100嘅台北國際書展用一套錯浪做主題，有34隻國家，超過450隻攤位參加，分做8隻書區，展出各式各樣嘅出版品。客傳會嘅展區，就喺南沙中順嘅綜合書區。就像100書展主題，一套錯浪愛傳達嘅概念，客傳會結合化海洋通道，老展區嘅名按到書浪花語都已開嘅客家法律，希望透過同心圓樣嘅話，老客話傳出去，探見客家文化。我正行到客傳會機場，服務人員就當生意，小姐展區嘅5大特色。啲也有資本出版品展示區4號位，有上書嘅聲音旅行富岡啲體驗區、影音展示區，韓國4號位畫本、風化展示區。故所服務人員聽書愛帶啲目鏡，親身感受掠得到其200國際獎項嘅啲作品，富岡同夢5九水。影片一開始，我對一張無拍相片行出來，傾聽呢行入太武山嘅行啦，係架操盤啲河壩船比賽自選呢，作怪嘢，韓國潛入水調度，啲強離離嘅水草船潮來潮去，天頂呢，鬼嘢搖搖呀呀，搞到歡喜樂天，鬧熱漸漸。南面我個專業由太馬站灣起嘅媲美基地等做樣米嘅，比向天堂，也短短10分鐘嘅影片，雖然本人分唔清楚真真假假，唔過做得感受到60年代南埔客莊5九水純正嘅樣呢。南外會場也展示遊客傳會製作嘅影片，像小嘅客家公義師傅嘅傳。傳還有小嘅國家及葡萄，裝置細路嘅3項優雅，大家都做得透過影片，欣賞客莊人文同自然景觀。除咗當到影音媒體，啲客傳會展期當中，我也看到當到客家嘅雜誌，就像牛欄河畔、葉港山、
也有民間團體出版嘅雜誌，還有去年尾得到金鼎獎客傳會出版嘅《天花》，都係內容當佔到嘅客家雜誌。我做一個客家子弟，當然咪愛支持一下，簡簡拖拖過後，買嘅一本張立堅先生寫嘅台灣客家民間喜感故事精編，希望做得對客家古道嘅故事有較多了解。第廿八個書展當中，聖經做得感受到客傳會，推廣客家文化嘅用心。樣板講呢，呢度愛本人夾尋到客家嘅出版品，客傳會真用心。作為一張客家灘內嘅地圖，本人喺渺渺茫茫嘅書海中，當簡單就尋到客家相關嘅出版品。向落嘅時間一下嘅就過鐵嚟，啲非常老了幾下點鐘，了多人愛書攤嚟，我還唔想愛轉，我遲到一日嘅時間來也參觀，實在唔公認，係講有機會。應該過去一度爭做得。台北國際書展唔單止係全台灣最大嘅書展，還係各種文化展現特色嘅舞台。期待明年還做得看到過較多客家出版品，啲也在用書起來嘅舞台上開出講嘅客家話。客傳會參加台北國際書展嘅展期，書弄花藝都已開嘅客家話類。喺客傳會展期展出當多客家嘅雜誌、老書、筆獎、牛欄河畔、葉公山，今日咪農也到民間團體出版嘅雜誌。客傳會非常嘅特色，寫嘅有上書嘅聲音旅行，做得聽到5種客家腔調嘅童話故事。客傳會非常嘅特色，湖江 VR 體驗區，做得戴上 VR 頭盔，親身感受也觸到多百國之獎項嘅 VR 作品湖江同夢5九歲。客傳會做嘅客家出版品位置地圖，本人當腔口就做得尋到客家相關嘅出版品。什麼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